集水溪新营到柳营再过去往奇美的桥，往奇美医院的桥，再过去东山了顶窝了东山。远处有看到好高的山，那个中央山脉啦，好高这集水溪的，这是集水溪的堤防，集水溪的河床的田。那个是台糖5分车的路呢？台糖5分车的路怎么有人在走呢？还是骑脚踏车啊？还是路边有那个车？路边有车道？你看不是，那可能是对面堤防道路上的了。也有可能是在火车铁路上的了。那看看旁边有没有通道。远方那个是新营职场啊，新营职场。今天天气放晴，又很温暖了。昨天还很冷，不过有放晴。再往前一天，又下雨又很冷，帝王级的寒流侵袭台湾。中华民国105年1月23到25号，帝王级的寒流侵袭台湾，很多地方温度降到了摄氏10度以下了。新营这边也有测到5、6度、7、8度的了。北部很多地方都下雪，文化大学、华梵大学那校园都有下雪。嘉义的有的山区奋起湖都下雪。超级帝王级超级寒流来袭很多心血管疾病受不了。全台100多人因为太寒冷了，送医不治呢。很可怕，要买那个电暖炉啦，或者是电热毯放床铺上的了。